大家先来关心台北市的消息，讲起来有够恐怖。台北市北投青港图书馆附近发生随机共攻击事件，一个小姐行车了要骑U-bike，也就是脚踏车要离开时，和一个剃平头啊赤一个查甫人一直摸伊的头，将伊摸倒在地了，佮用脚甲踢。加在过路人甲阻止这查甫人，才放伊煞离开现场。别人有翕伊的背影的相片，伫铺上网络了，提醒大家，有一个查甫人讲，进前的得为暂好嫌犯配过喙烂，佮互玫瑰。即马北投分局已经调这个监视器位面要抓人。穿蓝色短的查甫人，一只手插伫个地啊，转来转去，行过大路，佮又往后壁看。对伫后壁小姐摕手机啊，录影烧一证据，因为这个查甫人无代无志甲攻击。那好像是2个男的，我听说最近常在图书馆出没，好像有几次还在我们这边，就感觉怪怪的。这件恐怖意外就发生在12号下晡4点外，台北市北投区当时被害人吴小姐去图书馆行窃时阵，对方认为扣钱，趁小姐借U-bike时，就过界步，过界站，和伊的手、头壳和耳啊拢受伤。当时女子就是在这里遭到男子攻击，所幸路过民众出声制止，而女子遭到攻击之后，也想要奋力起身追男子，但依旧被他逃走。消息传出来，还有另外一个受害者柯先生出面讲，家己伫咧周围捷运站，嘛敢若扣共一个赤字的查甫人迄件，佮做出想要甲伊拍的动作。是一起出捷运的匝道门，是同时出来，他在我的左手边的匝道门。那一出匝道门之后，他就对我的脸吐口水。那吐完口水之后，就开始用言语羞辱我。想到迄当时地惊，警察初步调查，这个看起来超40多岁查甫人，伫咧7月初就捌出现伫咧北投图书馆，再过2礼拜，过来到北投另外一间图书馆，发现伊无固定住所在，常在出现北投含淡水这家家。因为这里比较安静，比较靠山区，那有可能事件发生之后，我们就提高警觉，然后做好一些防护。今麦警察已经全面调监视器来抓这个查甫人，不过当头白日伫咧人真济公共场所犯案，互民众惊到要死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